喺手講下今年我去過暫時最 exciting 嘅活動啊，就係咧 Token 2049新加坡啦。等我聲音導航話你聽有咩睇啦。入到去咧，你會攞到好多件 T 好多頂帽啊。只要你 follow 同埋 post 下 follow 下，你就會得到更多啦。OK， 實用啲啊嘛，梗係去 SafePay 呢一度咧攞翻一個 Cold Wallet 實體版啦。淨係呢嚿嘢啊，都值300幾蚊港紙啊。之後咧，你會睇到好多高科技嘅嘢，包括機械人、機械手臂噴你件衫、機械手臂同你捉棋。仲有攝影師話嘅流量密碼。好，講翻正經先啦嚇，會有高盛嘅高層喺度講座啊。睇下呢間公司連 NBA 球星啊都有 sponsor。之後我就去咗勝利證券嗰度咧玩下佢哋嘅 F1 遊戲啦，因為咧新加坡正舉行緊啊 F1 賽車嘛。最後俾個大 Y shot 你哋睇下，短短一個空間入邊啊，究竟 Token 2049有啲乜嘢發生啦？好，俾埋個甜品大家啦！有啲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咧都會 sponsor F1 車隊嘅，我就可以好近距離咁樣見到咧 F1 好中意講粗口嘅角田啊！多謝 Gage，誠意推介你下一次同我一齊嚟呢一個地方，一齊學習進入 Web3 嘅世界啊！